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2月13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啊。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啊，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。本来呀，好多金融消费者还指望着胡适啊年前啊发个红包，结果啊红包没收到，缴费通知单啊还先到了。金融消费者啊给胡适发了红包。有网友说啊，A 股今天是马失前蹄，蛇年收工，惨遭收割啊！今天是蛇年的最后一天，就是交易日啊，最后一个交易日，下一次开盘那就是马年了，所以说叫马失前蹄啊。截至收盘，上证指数跌 1.26%， 深成指数跌 1.28%， 创业板指数跌 1.57%， 北证50指数跌 0.22%。最主要的是啊，这个交易量又到了2万亿以下，比上个交易日缩量1618亿。这个成交量萎缩，这个倒可以理解啊，因为节前嘛，毕竟后面还有十几天对吧？不能交易，那很多人肯定是持币过节啊，因为毕竟时间太长，这十几天里面半个月，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大事啊，灰天鹅、黑犀牛，黑天鹅、灰犀牛，所以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还是落袋为安，所以成交量萎缩一点也很正常。但是啊，今天这么一看啊，跌了不少，尤其是沪指啊，跌这个 1.26%， 这个调整的有点快。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，当然是啊非常不爽啊。为什么呢？1430家上涨，3653家下跌，跌多涨少。为什么下跌呢？一个跟过节有关系，另外一个就跟外围市场啊下跌有关系。昨天美股啊，还有这个贵金属是吧，都在下跌。中概股也在下跌，恒生科技股也在下跌。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黄金啊，黄金白银啊，昨天又是这个过山车走势啊，昨天应该是暴跌，跌破了4900美元一盎司。也就是这半个月里面啊，这个黄金和白银的走势啊，那是几个过山车上蹿下跳。有很多人买黄金和白银的，估计这半个月那是爽歪歪啊，爽透了，刺激，下去了又上来，上来了又下去，下去又上来。那昨天呢，美股啊，科技股跌幅也比较大。苹果市值一夜蒸发 1.4万亿，受人工智能颠覆性担忧的影响，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，部分板块和大型科技股遭受冲击，存储概念股爆发，贵金属、加密货币板块跌幅居前，黄金价格重挫，白银和铜纷纷走低，道指下跌 1.3%， 纳指下跌 2.03%， 标普500跌了 1.57%。 这个胡适的回调啊，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。近日，瑞银集团与高盛相继披露了截至去年4季度持仓报告。报告显示啊，2大外资巨头去年4季度对英伟达、微软等美股科技巨头实施了大手笔减持，引发市场关注。日前，除英伟达之外，美股科技7巨头均已披露最新财报。财报显示，巨头们均计划大幅增加资本支出。2月以来，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等个股股价出现显著下跌。业内人士表示啊，尽管当前市场对财报披露的巨额资本开支回报率出现疑虑，但这轮投资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力的战略性部署。 AI 长期产业趋势依然明确，这是上海证券报报道啊，也就是高盛呢、瑞银这些一边看多一边撤退。实际上胡适的走势啊，现在金融消费者应该是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压力啊，现在在4000点上下这个上蹿下跳。为什么说这个金融消费者应该能感受到呢？3000点国家队进去的，就是买了那个 ETF 啊，8000亿还是1万亿啊，真金白银的啊，就是这些钱基本上啊在4000点以上已经撤出了，也就是国家队已经撤了，现在还留在胡适在这儿厮杀的都是一些小白，还有一些这个场内啊被套的资金还在想办法自救，还有很多小白啊被忽悠进来之后被割了一把韭菜，不甘心，还指望着解套多赚一点，对吧？实际上国家队撤出，这就是一个信号。另外啊，媒体报道国家大基金减持多家 A 股公司，也就是国家大基金也在撤退。近期国家大基金及2期密集减持安陆科技、沪硅产业等多家 A 股半导体公司，什么泰林微、汇智微啊，这些企业啊，大基金全部在慢慢退出，对吧？这也是个动向啊。不过任泽平老师啊，又发出了冲锋的号召啊，号召这个金融消费者上。
任泽平今天发了个微博，叫千金难买牛回头，股市和大宗新攻势还在展开，千金难买牛回头，习习更健康，未来市场趋势方向是什么？展望未来，我认为股市和大宗将会发起新的攻势，市场会修正此前的过度反应。2026年美联储降息放水会超出预期，特朗普说美国的利率应该降到全球最低，如果这样你会觉得会发生什么？我预测2026年将发生7件大事，哪7件呢？就是中美大降息， AI 超级应用大爆发， AI 中国力量崛起，地缘动荡加大，大宗商品元年，信心流，楼市28分化，这7件大事啊。他说的这个7件大事啊，其实你也不能说他说错了，叫正确的废话。什么中美大降息？什么叫大降息啊？反正中国啊还有降息空间，这个央行利息往下调20个基点，甚至50个基点，有可能啊，没什么不可能的。美国美联储降息那是板上钉钉的，有2次啊，至于会不会力度超出预期，这个不好说。所以说他说的都是一些啊正确的废话呀。什么 AI 超级应用大爆发？什么叫大爆发 ？AI 中国力量崛起，这个盘们爱听。是吧？地缘动荡加大，那1月3号开年都是大戏。1月3号，特朗普申请马杜罗，开始的吧？现在在围困伊朗，警告古巴，哪个不是大戏啊？大宗商品元年，这个对吧？随便怎么定义啊？什么信心牛、水牛呗，也就是胡适啊，他认为信心牛。楼市28分化没毛病啊，这个事实上也这样，28分化啊，这一直是结构性矛盾的。上海那个豪宅30万一平的，不还在涨吗？那小韭菜买的100万的房子还在跌，不是28分化吗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啊，经济学家叫信心牛，这怎么听着都感觉这个经济学家不正经。如果是普通的啊自媒体或者财经博主这么说没毛病啊，他号称他是经济学家，经济学家叫信心牛。你这指数胡适它的上涨应该建立在对吧？业绩改善，基本面改善，制度完善，赌场有赌场的规矩。你在这个基础上，你说走牛市，它叫信心牛。信心牛什么意思啊？就相信的力量。然后他说啊，说看懂这7大趋势，你就知道未来机会在哪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问题是这7大趋势，任泽平老师都看懂了啊，都知道了。我看他26年能挣多少钱，能怎么样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普通人啊，牛马，这就是知道这7大趋势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也知道上海那个豪宅还要涨，但我买不起啊。你就是信心牛的吧？这5000多只股票，你说我买哪一只？任泽平老师知道吗？他说科技股，我知道了，科技股也上1000只啊，买哪一只？任泽平最后说啊，他说我发现那些赚到大钱、成就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看得远、想得深，比大部分人有先见之明。比如巴菲特、芒格、马斯克、张一鸣，这叫幸存者偏差，对吧？这是典型的啊。还有很多看得远的人早就摔死了，早就破产了，对吧？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认识，这硕果仅存的，对吧？这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啊，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这么不严谨。人和人的唯一区别是认知。大道至简，大道相通，唯一的认知啊，就是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是个普通人。忽悠人上赌桌，这是丧尽天良。你在这个澳门或者你在这个拉斯维加斯，对吧？你在门口你也能看到有赢钱的人。你不能说进赌场的人每一个人都赔钱呢，也有人啊偶尔也赢钱呢，对吧？就像很多小散在胡适这一年也赚了钱的有啊，你不能说没有啊。你不能因为这些人赚了钱的，然后你就忽悠人家去，你赶紧就进去赌吧。你看看他不是挣了很多钱吗？对吧？你就相当于忽悠那门口啊在外面徘徊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进去试一下手气呢？你看看不有人赚了钱了吗？发财了，你看看豪车、游艇、飞机他都买得起，都是赚的啊，都是赢的。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啊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，这个是相当不负责任，对吧？你要知道投资这东西是非常专业的，你不能忽悠小白去。你应该提醒这些小白要认清自己是个韭菜。这些胡适啊，这个7大什么趋势看上去都是对的，但里面都是波涛汹涌啊，对吧？你就是看中了黄金会涨，你就看中黄金能涨到6000盎司，6000美元一盎司，又能怎么样？你能赚到钱吗？现在在5000上下疯狂震荡，对吧？已经有多少人破产了？你就是看中了比特币，说要涨到15万美元，你又能怎么样？现在跌到6万美元，是不
是裤衩子都赔掉了？大宗商品这东西是韭菜玩的东西吗？中国有资本市场已经33年或者34年，有几个人通过资本市场赚到钱？我说是散户啊，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，那实际控制人他财富自由了，他通过胡适财富自由。有几个散户通过炒股财富自由的？有几个人是拿自己血汗钱进去炒股赚钱的？这个比例是多少？有没有1/1000？作为这个经济学家，对吧？你应该懂这些概率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这个我记得马关元说过，对不对？那黄金$5000一盎司的时候忽悠韭菜进去，这就是丧尽天良。这就好比2021年忽悠韭菜去买房，这叫坏。我们再看一个啊，这个也很有意思啊。今天各大媒体在报道啊，又是热搜啊。谁最喜欢上热搜呢？我随便找了一个媒体报道的啊，这个钱江视频说，于东来发文，胖东来最高管理层60岁前必须退岗。于东来回应胖东来永远不善事。2月13日，胖东来永不善事引发关注。据财联社2月12日晚，河南于东来在社交媒体发布胖东来的部分战略规划啊，它里面说了这么一条啊，说胖东来是学校性质，所以永不善事。我一看到这个谁啊发誓不善事，我为什么就想起了那个布鞋首富呢？布鞋首富生前也说啊，哇哈哈不善事，永不善事。然后盘盘们好激动啊，那是鼻涕眼泪是吧？一大把，感动啊！这么有钱，他都不善事，坚决不到胡适割韭菜。这里面说明几个问题啊，就是盘盘们也认为这个胡适是割韭菜的啊，你这个布鞋首富不善事，那都是叫道德模范嘛。因为盘盘们特别感动，特别激动，对吧？这个布鞋首富生前，他就是去世以后，那盘盘们还是很感动啊。你看看，坚决不善事，那潜台词就是善事不是好事啊，就是割韭菜，就是祸害老百姓。他不善事，他就是好吗？善事就是那肯定就是不好嘛，对吧？这个胖东来永不善事，我不知道是啥意思啊？是不是这么说有流量啊？跟那个布鞋首富那个手法是如出一辙。这是第一个啊，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话我不太清楚啊，咱也不能说人家文化水平不高，说这些没意思啊。但是他表达这个意思，确实看不出中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。就是你说什么话，你得前后的照应上嘛。就是说，他说胖东来是学校性质，所以永不善事。学校性质，那就必须永不善事吗？那新东方是啥？所以说，我觉得他这个，不会告我吧？我就是合理质疑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就是学校性质，所以不能善事吧？这中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？那新东方就不能善事呗？但人家善事了。俞敏洪那也是个，虽然是老登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人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，是吧？老登味浓一点，没毛病啊。所以我就想不清楚啊，我不太懂。你胖东来是学校性质，所以永不善事。你这种逻辑是不是恰恰证明咱们缺乏逻辑啊？是不是恰恰说明盘盘们喜欢这种调调，对吧？你只要给个原因就行了。后面就说我不干啥，至于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不重要，因为盘盘不在乎这个，盘盘就需要你给个理由就行，对吧？这是第二点啊。所以说我特别越看越糊涂啊。第三一点是什么呢？我就想到了胡适啊，他虽然说这个天天有造假的，欺诈善事，财务造假，但是胡适他还是有达摩克利斯之见呢，也就是他监管部门天天要查，对不对？他有财务报表，他要公开透明，他那个财务报表可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，是由第三方审计啊，会计师事务所要审计的啊，会计师事务所他要担责任的，他不能说你说啥就是啥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啊，如果你要善事的话，你这个财务就要公开，一切猫腻都要，就是你一切账都要放在阳光之下。换种说法就是你不能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，对吧？你今天跟媒体说我赚了40个亿，明天跟媒体说我这垃圾工啊，工资都是1万1个月啊，清洁工啊，我这普通工人1年140天假，你这个啊，如果不善事的话，你可以张口就来，没毛病啊。你不需要披露的，但是一旦善事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这都是报表里要披露，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虚假陈述。所以我就觉得永不善事到底啥意思啊？你再看看啊，对吧？我这个也许是巧合，对吧？咱把话说的这个严密一点，免得被告啊。这个为什么学这个胖东来的永辉超市，对吧？学了2年了，还是巨亏，对吧？还什么步步高，对吧？学了胖东来的怎么样？他为什么他们就达不到胖东来的水平呢？为什么他们的员工工资就没有胖东来的高呢？他们的员工的福利为什么没有胖东来好？是他不会吗？既然都是100%去学，对吧？是去那个模仿胖东来，这些学不会吗？还是说他学是学了，但是这个报表一披露，对吧？他没法自圆其说，他没有办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因为毕竟啊还有监管，你的财务要公开透明，一点谎都不能说，不能随口来。
这一下就麻烦了。你步步高，你永辉超市，你是个透明的，对吧？而某些超市它是个黑箱，他想怎么说怎么说。那你一旦上市了，你就透明了，就变成裸泳，这能行吗？这是我个人观点啊，我就觉得啊，永不上市这个是不符合咱们国家的政策的。咱们国家发展资本市场，就是要想让好的公司上市，通过资本市场造福于民。你既然是个好的公司，那就应该上市啊！当然你也有不上市的权利啊，你应该上市，应该造福大家，让更多的人，对吧？从中得到好处。你不上市，我不上市，那资本市场还有谁啊？不都全剩下镰刀了吗？哎，你这么好的企业，你应该上市啊！你那个清洁工都能9000一个月，对吧？你一上市，你给多少这个小散户带来快乐，带来财富增值啊！你这么能赚钱，你到时候给小散户，对吧？一股，你到时候股息你发到5%就行了。那多少人会去买你的股票？因为买了你的股票而不存银行，是不是啊？你存银行才3%嘛，2%嘛。所以说不上市不代表道德高尚啊，但是上市割韭菜那也不对啊。所以咱们要说清楚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他这种宣传管用，对吧？他为什么总是上热搜呢？放个屁也能上热搜，就是盘们喜欢这种调调。哎，他不需要这个逻辑的，不需要思考，盘们就需要知道好就是好，还是好。不知道这个故事还能讲多长时间啊？毕竟消费降级了嘛，很多人高铁都不坐了，坐绿皮火车。我就不信还有人坐绿皮火车跑到某个地方去逛超市，那脑袋的坑得有多大呀？这得有多傻才会坐着高铁坐着飞机，对吧？跑去逛超市。总之啊，根据这个于东来自己说的啊，胖东来永不上市，他这个理由和他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。那我只能怀疑啊，他是有别的原因永不上市。我们国家，对吧？希望发展这个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实际上造福于大家，希望好的企业能上市，通过资本市场让它壮大，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所以我只能怀疑啊，是有别的原因。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胡锡进老师最近又开始装小可爱啊。他今天写了个评论，大概其实那个好像中戏又有几个什么院长还是什么的主任啊，就是被抓了。这玩意儿演艺圈的事情，这不正常吗？对吧？作为中戏的那一头不腐败，好像也说不过去啊。然后胡锦老师啊，这个深受这个触动，然后非常感慨啊，他写了一篇评论，他说啊，党性让我们不犯政治错误，不贪腐，良知对不贪腐做了重要加持。我一直觉得知识界大学里容易惹出一些自由化的争议，但大学里拒腐能力或许会强一些，所以看到中戏表演系2名前后主任连续2天因严重违纪违法自首，去年底该院的院长也投案自首。查了一下，过去1年高校里有44名中管干部被查，老胡唯有发出一声叹息。大学啊，校长主任要为人师表，贪腐了怎么面对学生？良心受得了吗？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装逼唱高调，但我想说，这本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老登共识。很多有了一定权力但没去非法变现的人，除了监督机制，良知发挥了很大作用。其实在高校这个圈子里，很多老教授老领导把面子和名声看得比钱重，他们最怕丢人，怕被学生戳脊梁骨，怕在学术圈里抬不起头。这种基于良知的自我约束，其实比单纯的制度监督更有韧性。但中戏这几位显然是把演戏从舞台带到了现实，他们教学生演戏先学做人，自己却在台下搞权钱交易。这种台上讲师德，台下搞违规的反差，最伤人心，也最让人不齿。高校里还不时出学术腐败丑闻，让人恶心。良知是底层信仰，它不高，是地板线。现在高校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，高校里收入总体不算低，每年2个长假，天堂了。胡锡进说啊，中国高校总体成绩很大，重点高校的世界排名快速上升，这很棒了。高校这个主流，相信大家都能看见，今后高校里的事会更吸引眼球，绝不能让少数
腐败分子败坏高校的集体形象，高校出腐败分子多一层不能容忍，全行业应当与舆论站在一起，集体共诛之。胡锡进老师写的这个评论呢，让胡锡进老师迅速变成小可爱或者叫大宝贝。胡锡进老师他为什么他就认为高校就必须要比其他的行业廉洁？这不就这意思吗？高校的教师老教授他们都要面子，重视名誉，这让我想起胡锡进老师在高校是怎么度过的。我也不说高校多坏多差，我们只能说都差不多吧。你没有必要说高校一定会更廉洁，当然也没有必要说高校就更黑暗更腐败，这个对吧？你不能就是拿行业或者拿什么部门机构来说事，实际上都差不多。胡锡进老师不相信监督，不相信法律，相信良知，相信道德，相信操守，这恰恰是胡锡进老师装糊涂的地方。一个好的制度，别的不说一个好的制度它可以让一个预防一个好人变坏，这个没毛病吧？一个坏的制度它很有可能让好人变坏，我也只能这么说。其实我不相信美西方人道德情操比我们高，对吧？作为人应该都差不多。你要说这个美西方人道德操守就高一点，这个应该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吧？但是美西方为什么贪腐就少呢？对吧？因为也不能说没有，对吧？这非常少，为什么呢？是美西方天天宣传良知吗？道德吗？情操吗？是制度，对吧？是监督，让他想变坏他坏不了，总有人盯着他不敢，他被迫成为一个好人。如果没人盯着，好人他也可能办坏事，这不就是人非圣贤吗？孰能无过？你把他放在一个危险的岗位上面，你比如说中戏，这中戏的岗位多危险呢，对吧？俊男靓女那么多，完了这个还有钱，权力还大，你这是在考验人家。如果你这个时候不给这个强大的监督，那你说你谁能经得住考验？所以他连续2任主任都抓了，都自首去了，没毛病啊。所以你应该考虑是怎么样给到真正的监督，真正的监督之后他就不敢，对吧？这样来挽救一些这个误入歧途的这些人。所以胡锡进老师他居然说要良知要靠得住，那还要警察干什么呢？良知要靠得住，那要公检法干什么呢？花那么多钱经费。对，胡锡进老师应该问，为什么教授，对吧？这么多老教授，这么多这个有头有脸的，怎么就走上了犯罪道路？有什么办法挽救他们，对吧？有什么办法预防这些教授走上犯罪道路？制度还是制度，要公开，要透明，在阳光下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